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9新闻世界通，我是戴芝。宜兰渔船复兴号昨下晡4点外，若像拍过界，走入去日本的海域掠鱼。渔船甲8个船员拢互押去日本的石垣岛调查。日本要求船头家爱交32万的台票。所有渔会是透过民间记者知影船员拢平安。若这代志头尾详细，就要等船长转来才会当了解。 船员伫船顶赶紧整理设备，为下一摆出港掠鱼做准备。毋过，佮传出有台湾渔船互日本国务船定检扣船。宜兰籍复兴渔船2日下晡，疑似因为走入去日本海域掠鱼，船顶台籍线上船长7名台湾船员甲船只，拢互扣往石垣岛调查。 来求救，就是说日本这跟他碰撞，甚至登船要检查啊。当时的情形应该是船长比较清楚在日本的方面是说我们业界来去捕捞渔获的问题。 陈春生讲，船长家属希望人船拢会使平安转来。渔会经由民间管道甲日本交涉，知影8个人拢平安。报案所在确实是日本所属海域，不过到底是无海通过，也是伫掠鱼作业，也搁在调查。复兴渔船2日下晡4点10分，伫北纬24度33分，东经122度36分的所在，离所有40海里，互鱼界线外口5海里，互日方定检。经过咱方甲日方交涉，渔船敢若进入日本领海作业。渔业署讲，依照日方定数。 交担保金150万块日票，带有台票32万块，人船就使得到释放。据我国驻日本人员查报，该船因为进入日本与那国岛12里领海内违规作业，遭日本海保厅公务船发现并取缔，要求在船东缴纳保证金后，尽速释放人船。 陈春生证实，船头家已经把担保金汇予日本，不过因为要停驶爱行，推过30人船有希望释放转来。强调船长转来台湾了后，若是有受到委屈，会向相关单位来申诉，渔会也协助。不过若是越界掠鱼，就应该接受相关的处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和日本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2+2会谈发布联合声明，讲中国是上大的战略挑战，嘛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另外，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也就是 IPEC 峰会，明仔载要办伫台北。今年的主题是台海和平稳定。不过，风声讲中国尚无去威胁6个国家，叫因莫来参加。 现场一直拍破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 IPEC 年度峰会，3月头一摆刷到台北来举行，有23个国家、49位各国国会议员来台湾，也是历来上大规模的议员访台团。今年以台海和平甲稳定为主题，副总统萧美琴离到接见 IPEC 访团，特别讲到访团来台湾，正拄到非常重要时刻，台湾正努力提升自我防卫。And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exchange ideas and thoughts about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our common and shared agenda of ensuring democracy, peace, and prosperity. 台湾虽然不是会员国，不过总统赖清德受邀请30发表演说，展现 IPEC 对台重视，引来中国的不满。美联社报道指出，至少有6个和中国施加压力，要求议员莫来台湾参加峰会。 They have been sending text messages. They have been bombarding, harassing MPs with phone calls to try to get urgent meetings in order to tell them that they should stay away, that they should not come to Taipei. They contacted president of my political party. They asked him to stop me to travel to Taiwan, and he sent a message to them that he cannot stop me. I'm free member of parliament to make decisions. 包含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斯洛伐克、北马其顿、波斯尼亚、加赫塞哥维那这国家，拢受到中国紧急会面的请求。外界解读，中国想要威胁各国，借此来孤立台湾。不过，台海安全真受到国际注意。美国、日本2+2会谈2日伫东京登场，日方外长甲防长出席，美方由国务卿布林肯甲国防部长奥斯汀参加。会后联合声明，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 中部这2天上大雨，阿里山公路台18线70.2公里的崩坑，今仔透早5点外就崩山，土煤绕绕落来，崩坑嘛，互大石头跌下去，敢若开放单向通车。另外，森林的草岭对外车路因为落石头，树仔倒去，目前嘛是单向通车。
工地人员驶怪手，甲大石刷走，赶紧收收。离到透早5:40，阿里山公路70.2公里明磅坑的所在，因为大雨土木咸水造成崩山，大石是直接击落来，甲磅坑地绑伊双向断路。击中洞口结构，目前已调派人员机具前往抢修，预计今天中午12时抢通。截至目前，我们接获的最新消息，已经在9点10分抢通，恢复单线。受到风台开辟影响，森林草岭包括管道149架线甲1线，有真侪所在互土石陷去。目前敢若开放一线通车，云林县政府甲国科乡公所加派厂商进驻协助，希望伫1礼拜以内，甲附近所有要道拢总拍通。我们交工局还有公所的开口厂商合力把在最快时间就把对外的交通给它打通。那再来就还要再做一些复原。那尤其我们会请乡镇公所那提出呢整个这个边坡本身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工程跟技术来延缓边坡的一个滑落这届嘛有真侪农民受到风台影响，包括金蕉、木瓜丛拢去有风扇断去，搁文旦原本搁过3礼拜就会使收，即马嘛倒将近1成。农民目前敢会当赶紧整理申请天灾救助，加减来弥补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南部风灾灾情严重，这高雄宣布饮水超过50公分的中价收入户，中央加地方的补助一户上济会当领45000块。监理所嘛提醒民众，请若浸水要修理，就要先去办停驶，安尼才免来牌照税甲检查费会当省一条负担。8月上半日，高雄三民区这栋积水上严重的大楼，水准讲消退，地下3楼也是4阶拢悬悬，爱大整理。要做善后，就是说，在这个第3层楼的这个淤泥的部分、清污的部分。浸水车淹水的时阵有漏气，有一寡塌伫入口，有一寡烧塌。拖吊人员爱先刹车，才有法度拖走。这车为送去维修厂，为停伫附近的学校。全部互黄土陷去的车，敢有法度维修也是问题。有一寡民众归去报废。那个东西泡到水，那个里面的行车电脑什么那个都坏掉，你再修也是没有用。跟监理所这边来报一个停驶等到车辆修复完成了以后呢，再把这车牌再领回去那这段时间的相关的税费我会停止。监理所建议民众浸水车若是会当修理，会当先办理停开减少牌照燃料税负担。风台受灾者原来有补助。灾害的这个认定啦，咱这届由咱李干事甲里长主动来做登记。高雄针对淹水超过50公分的家户，上悬补助一户45000，50公分以下5000至15000。若是浸水车甲浸水车拖掉，原来有补助，因为风台断水电都爱带旅馆，嘛会当申请。屏东淹水50公分以上是上悬补助45000，台南淹水50公分以上的家户嘛是同款的金额，淹20至50公分的补助上悬15000。若是淹水20公分以下家户提供低收也是中低收入户的补助，浸水车补助比较高雄，嘛提醒民众一记就要翕相留存证明资料，才会当加紧申请的速度，赶紧领到补助金。记者综合报道。这凯比风台扫去中国的东南部了后，虽然这风台有减弱转做热带风暴，不过威力同款是真强。中国乌南就上大雨，有民宿雨水冲倒去，10多人死亡。毛宝花帮去是紧急撤离几纳千人。土石流详细分裂清楚，会当看到下面建筑是已经破糊糊。凯比风台定着中国，虽然减做热带风暴，也搁带来超大雨量，伫华南华中地区造成严重的灾害。湖南省因为大水雨无停，礼拜衡阳山区发生土石流，一栋民宿厝内数十人风带至土石内。截至到今天下午呢，已经搜救出了18人，其中12人遇难，6人受伤。到礼拜暗，罹难人数提升到15人，救出21人。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不过，湖南各地一直有灾情，若是街路积水，有民众不幸落伫河内，伫水中浮浮沉沉，救命真惊险。凯比带来雨量惊人，当地气象站侦测，2日暗到27、24点钟内，降雨量上悬达到670毫米，创下湖南省上悬纪录。超大的大水雨也互境内河流水位涨起来。礼拜暗，湘潭关发生台风放弃。我家了，2楼在哪里？在那个甩管那个地方的，全都淹了，尸体全淹了。
我长见不到。他那边有人，50多年都没有讲过见不到。当地政府紧急撤离，附近庄头3000多位居民暂时无传出人员伤亡。不过，伫自行市有8座山区庄头，因为道路甲通讯断去，捌失联一直到29早起，通讯才恢复。湖南政府估计大雨会一直落到拜日。长沙已经伫礼拜日发出相关等级的暴雨红色预警，提醒民众严加戒备。公视新闻市反人编译。来关心美国大选，倒头算就剩100天啊！共和党正副总统的候选人 Trump 甲 Vance 去到民主党的地盘明尼苏达州造势，针对非法移民甲犯罪问题，批评对手贺锦丽。另外，拜登退选了后，和贺锦丽阵营整合，头一个礼拜都募款超过2亿美金，而且伫咧18岁到29岁选民内底，贺锦丽支持度有47%，赢过 Trump 的34%。大选投票倒算100天，共和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川普甲范斯的竞选造势活动，为无明确的州到中西部民主党的铁票区明尼苏达州。庆祝事件了后，对外讲家己有予天使保护的川普，而拉伫佛州的西藏路海沙堡出席保守派宗教团体转折点行动峰会，对大咖的基督教徒讲，你做伊伫11月当选，因就唔免阁投票。And again, Christians get out and vote. Just this time. You won't have to do it anymore. 4 more years, you know what? It'll be fixed, it'll be fine. You won't have to vote anymore, my beautiful Christians. I love you, Christians. I'm a Christian. I love you. 另外一方面，拜登退选了后，快速整合党内各方势力的贺锦丽，正式竞选的头一礼拜，都募到破纪录2亿美金的政治捐款，也吸引超过17万的新义工加入伊的阵营。MSNBC 新闻上新的民调显示，伊伫18至29岁的少年选民内底，贺锦丽以47%的支持率赢过川普34%。6月28，川普甲拜登头一场电视辩论会后所做的同款调查，川普是以36%领先拜登的27%。We're the underdogs in this race, but this is a people power campaign, and we have momentum. The day after I announced my candidacy, we saw the best 24 hours of grassroots fundraising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 history. 常常和美国脱秀主持人以无声音的副手、无领袖魅力的副总统考试的贺锦丽 ，ABC 新闻28公布的民调，讲选民对伊的好感度为1礼拜前的35%升悬到43%，川普的好感度是为40%降到剩36%。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南美洲的国家委内瑞拉顶礼拜日总统大选，因为反对派惊执政党偷食步，走去投票所要看归票，却和执政党的支持者起冲突，险险就拍起来。虽然现场是乱糟糟，不过选委会同款宣布执政党的票数过半，总统会当连任第3个任期。民众伫投票所外口花休，也一直互相殴杀。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礼拜举办总统大选，不过投票结束才拄啊开票无偌久，各地就一直传出动乱。原因是反对派民众自持伫投票所监看开票时，和执政党支持者惹事，双方即马爆发冲突，甚至差一领相拍。也有人控诉投票所调工无要互民众入去监票。Hay una importante cantidad de centros de votación en donde están retirando a nuestros testigos. Les están obligando a retirarse. 反对派支持者着急监票，就是烦恼政府对选票动下手，因为总统马杜罗执政期间几啊摆传出选举无公平，也毋过马杜罗政府坚持讲选举公平。美国选委会开完8成票数了后，第2到半暝宣布马杜罗得到51%，赢得第3任总统任期。Y puedo decir ante el pueblo de Venezuela y ante el mundo, soy Nicolás Maduro Moro, presidente reelecto de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y voy a defender nuestra democracia, nuestra ley y a nuestro pueblo. 不过官方结果甲出口民调完全颠倒变，那一经出口民调有测，代表在野党领袖马查多出征的总统候选人冈萨雷斯会赢得超过60%选票，不过美国选委会却表示，冈萨雷斯只得到74%选票。Mundo González Urrutia obtuvo el 70% de los votos de esta elección y Nicolás Maduro el 30% de los votos.
Esa es la verdad. Nuestra lucha continúa y no descansaremos hasta que la voluntad del pueblo de Venezuela sea respetada。 反对派发声战斗到底，马杜罗是放回要对造成选举骚乱的人秋后算账。美国是伫选举结果出来了后表示严重关切选举公平，呼吁美国当局公布详细的计票统计表。公司新闻市观连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